嘛是免出国，伫台湾就算会到，这是迎接耶诞节。屏东县政府今年甲上百年历史的屏东公园做一个奇幻车花的囡仔故事的世界。现场有各种金色的电火，也阁有梦幻的冰晶城堡，实在真迷人。特别的是，县政府出动造势机，甲公园变做落雪北欧耶诞的场景，搁再配合五花十色电火效果，互人看甲真暢着。半空中有白色的小铁杯，配着周围金色的灯火，真有耶诞气氛。看到西民众拢真欢喜，赶紧摕起手机来翕翕。但是详细看这个地点，敢毋是伫咧100年历史的屏东公园？亚热带的国家哪会落雪？原来是伫边仔造雪机将绵绵的雪喷去天顶。其实这是屏东县政府特别为着耶诞节打造的金色奇幻动画世界，利用造雪机，让屏东公园变做落雪场景。利用一个百年公园的路景，还有水景，还有很高的几十年的椰子树，很高的椰子树，然后做一些跨越的灯饰，所以有空中、有地上、有水上，用这3方面的灯饰来做布置。有雪，阁有灯光，让公园变甲足梦幻呢。县政府早来屏东落雪惊喜，让所有的人拢敢若是伫咧欧洲。遮阁有用冰晶城堡做主题的主灯，阁有其他12大主题的灯，一直到耶诞节当天，每一暗拢会来落雪，配着华丽又阁梦幻的灯光，要互民众过一个难忘的耶诞节。记者综合报道。